我盧海彭斯咪啊，就食翻隻白切雞。啲人呢以為我啊對音響又好有研究啊，咁啊其實唔係。大家好，我係劉以達。講到五音階咧，即係 Pentatonix 咧，唔係 Panasonic 啊，Panasonic 係電器，但係Pentatonix 係五音階啦。即係煲兒啊，英倫搖擺啊呢啲，一定係影響得我好深遠嘅。所以係好感激做我嗰個人，即係神做我呢份 gift 咧，音樂呢一份 gift 咧係好大嘅。喺現今嘅社會世界，各位做一份工係好難噶，尤其是喺疫情底下，你要揾一份工係更加之難。你要保持到份工作係難上加難嘅，各位，所以大家都係揾食啫，犯法啊！我想噶。開台啦！9點半就要睇直播，9點半就要睇達哥，9點半就要睇直播，9點半就要睇達哥。喂，9點半啦，成班兄弟坐埋一齊，各位觀眾聲音畫面有冇問題？有木村陪你爆機開心到喊出嚟，我哋都係一班爆機兄弟。我是小賴，我是秋風澤，我是陳九，我是羅技碩，我是王偉靜。